㗎。如果前面咧太逼咧出唔到去，如果你哋變咗一行麻煩出去抹翻開變翻兩行得唔得？記住你前面個 number 係啦，記住前面 number， 我哋起碼要 roll 一圈。咁有前面有領航車，如果領航車入咗 pit 周圍嗰圈，我哋準備起步。麻煩望住上面個紅燈，熄紅燈過咗出邊個雪糕筒，望一望你嘅右邊雪糕筒，就可以抽頭起步啦，得唔得 ？OK 着車。我哋着晒先一齊上。手落翻個 wiper， 落翻個鏡，落翻個鏡係啦。
先，中間有圍先。係。邊個？大家都係。係啊。